第9條而家佢 Gx 咧就可以俾 x 加 2a 整除啦，呢個好關鍵。咁所以我哋就要將 x 加 2a 咧等於0，所以 x 等於負 2a 先。咁跟住就將 Gx 而家就變咗做負 2a 啦，即係話將 x 嘅嘢全部 x 嘅嘢變咗做負 2a， 所以本來係 x square， 咁所以就變咗做負 2a 嘅 square， 本來係 ax 就變咗做 a 乘負 2a， 咁跟住剩翻個加 b 就照寫啦。咁跟住就爆開佢。記住而家係你要自己去加呢個括號，千祈唔好寫做負 2a 嘅 square， 咁就錯嘅，因為咧你會 miss 咗個負2同埋負2啫，負2又要 square 嘅，所以你冇咗個括號咧就錯緊㗎啦。好啦，咁爆開佢，負負得正，咁所以就係 4a square。跟住就減兩個 a 嘅 square 加 b。因為佢呢個係整除，所以咧我哋要等於0嘅。咁 4a square 減 2a square 咧就係兩個 a square。咁所以咧 b 咧就暫時寫做負 2a square。咁呢個 equation 1。跟住再俾咧就而家想問咧 x 減 2a 嘅餘數啦。頭先呢一個餘數係0，就因為整除到。咁而家咧係求餘數，咁所以我哋首先咧就 put 呢個等於0，x 就會等於 2a 啦。情況就等於頭先咁樣做嘅一樣。咁跟住咧，咁就而家代翻入去 Gx 裏邊，而依次個 x 係 2a 啦。咁所以就 G2a， 咁就係 x square 個 x 係 2a， 所以 2a 記住加個括號啊，跟住加 ax 加 ax， 而家 x 係 2a 加 b， 咁所以 4a square 加兩個 a square， 跟住就加 b 啦。4個 a square 加兩個 a square 就係6個 a square 加 b。咁而家我哋再睇翻 equation 1，b 係負 2a square， 咁6個減4個 ，6個減2個，咁即係4個 a square 咯。咁所以個答案咧